请问古早有一句话叫做“小狗真懵狂”，这句话会当摕来形容倒一款人呢 ？A. 头壳硬硬的人 ；B. 不择手段趁钱的人 ；C. 袂晓看面色的人。是小狗啊，不要看目色咧，就真黑白龙啊，哦，不要看目色哦，哦，黑白龙嘛，OK， 我的答案确定是 C。 真有自信的因讲的答案敢对咧？观众朋友斗阵来摇看卖哦。请问古早有一句话叫做“小狗真懵狂”，这句话会当摕来形容倒一款人呢 ？A. 头壳硬硬的人 ；B. 不择手段趁钱的人；C. 袂晓看面色的人。 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，迄是头壳戆戆，戆戆哦，不是戆戆的人，是，哈，来，咱来看，是头壳戆戆，还是不接手 C 哦，不接手段？是小狗啊，不要看目色咧，就真黑白龙啊。哦，不要看目色哦，哦，叫黑龙啊，白龙啊，讲蒙啊嘛。 哦，白龙嘛，OK， 所以小狗是，所以安尼应该是袂晓看面色啦吼。好，确定哦 C 对吧？ 是，我对你来讲这简单呢。那拢这紧啊呢？对啊，是，对不？好，来，我的答案确定是 C。好，咱来看者，袂晓看面色的人，对对唔唔对？对？真正机会来啊！机会，感谢朋友来，八千的哦，8千的是哦。头壳戆戆，还是讲不择手段趁钱的人？你感觉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啦，不择因为手段。梦内底可能有一寡钱财。哦。这人要趁钱，哦，就是讲连梦内底嘛要金利嘛要弄。嘛要弄去，哦，这个为什么？哎，算死人骨头嘛去好西洋骨头，哎，嘛是黄金的。是，所以头壳戆戆无，应该无成，嗯，吼，比较有可能。比较有可能。好，恁的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咯，不择手段趁钱的人，对唔对？来，恭喜得到8千咯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小狗真懵狂，内底小狗就是疯狗，哈啊精就是啥壮嘛哈，啊懵狂就是咱的墓穴，哈啊这句话哈就是咧形容讲，若看到好康的，啊就安那，就安尼对人啊头壳咧咧吼，安尼一直撞，啊不择手段吼去争取的迄款人，吼啊这句话伊嘛有另外一款意思哦，咧屁手人啊啦，迄个。较无得定，什么叫无得定？就是比较不稳重，吼，爱乌白乱撞，啊，就干那小狗在真懵狂咧。